大家好啊！天氣乾燥，喉嚨有啲鉗鉗地乾咳，所以煲返啲豬膶湯水飲。蘋果雪梨蟲草花雞湯，滋補滋養，美顏。俗語有話：預防勝於治療啊！入多啲湯水，增強體質，免疫力增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 update 我 channel 啦。其實我有煲湯㗎，冇時間 update。今日煲返個平民湯水，唔需要貴食材㗎。蘋果雪梨蟲草花雞湯，你哋好嗎？我係 Lina，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。首先拎啲百合同埋海玉竹一齊浸。百合有養心安神、潤肺止咳。海玉竹要潤肺健脾、補氣養陰、生津止渴。啖湯煲好啦，蘋果雪梨蟲草花雞湯，大概煲2個半鐘。飲之前畀少少鹽。好啦，呢個視頻到呢度為止，好多謝大家收看。如果未訂閱嘅你，請多多支持啦。同埋如果有時間嘅，請幫我重播，用嚟支持食材、購買食材，同埋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。再見，拜拜，下片見，拜拜。